近年收到幾單求助個案，都係同撞車有關嘅，通常都係輕微個案，事主諗住輕微碰撞或者和解咗，所以冇報本公司，跟住俾警方告不小心駕駛又認咗罪。1、2年後對方透過律師向佢哋索償幾十萬至百幾萬，先至揾本公司。但係由於事主意外發生後冇通知本公司，根據保單條款本公司可以唔賠，結果要揾我哋幫手，希望本公司唔好要佢負責咁多，所以揸車要留意以下幾個重點。第一，點解買咗保險冇報意外會冇得賠？保單條款規定，發生意外盡快要通知保險公司，因為保險公司可以委託律師處理，甚至上法庭抗辯，保障投保人同埋保險公司嘅利益。如果意外涉及嚴重人身傷亡，保險公司更加要盡快去調查，防止詐騙同埋係盡快和解，減低賠償金額。所以如果冇報交通意外保險公司利益受損，有權唔賠錢。第二，無論意外大細，一定要報警同埋盡快通知保險公司。好多車主以為輕微碰撞自己私底下解決就算，又怕報咗驗疏會損失 NCD， 即係無索償折扣。第2年保費會增加，但係而家好多人去呃保險，少少意外又話自己返唔到工，攞1、2年病假，跟住又話好多病痛，睇咗好多醫生，索償幾百萬都有。所以如果唔報驗疏隨時因小失大，要自己孭100幾十萬條數。保單寫明一般情況之下要喺發生意外後24至48小時內向本公司申報，大家係要非常小心嘅。第三，點解唔報保險後果咁嚴重？香港人身傷亡索償制度幾十年都冇改變，3年內隨時可以追討賠償，即係話發生意外之後最長3年後先知傷者用咩原因索償。輕微嘅可以係100幾十萬，終身傷殘嘅要賠幾千萬。你睇保單嘅賠償限額係1億你就知道賠償額可以係幾咁誇張。好多個案意外之後話冇事，跟住好快就去醫院話自己周身傷，跟住索償病假啦、醫療費用啦、終身失去工作能力嘅損失等等。所以意外發生後即使對方話冇事都要報警，起碼記錄意外大細同埋雙方嘅責任，同埋盡快係報驗疏。以後收到乜嘢文件都要交俾本公司處理，改地址都要通知本公司，等本公司可以聯絡。買咗保險都要自己孭100幾十萬或者更多的確係好痛苦嘅，所以千祈唔好自己解決，因小失大。亦都要記得係報驗疏，有唔明要揾中介問清楚，或者係留言俾我。請大家留言讚好同埋轉發分享，多謝。